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5日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淑君。先来看今仔有啥物重要的新闻内容。今仔半节南又阁增加一名官兵获得武汉肺炎，目前海军计共已经有31个人获得。传出美国海军派出一台海上巡逻机，经过巴士海峡飞到南海，这嘛是4月份以来的第12遍。香港铜锣湾测验今仔伫台北重新开幕，头家林英基讲，台湾是香港的最后一个堡垒。新闻一开始，咱来看敦睦艦隊頂頭已經連續5天，每一天攏有新增加患着武漢肺炎的病例。今仔是閣又增加一個，目前計共已經有31個人患着。今仔新增加的是一位20多歲查甫的阿兵哥。這個案例第一屆檢驗是無患着，也毋過體內有出現抗體，也毋過離世做第二屆檢驗就驗着病毒咯。敦睦艦隊互相燒話感染，技術個案送檢查，25到下晡7點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才知道採檢結果，確定敦睦艦隊搬石艦，閣再增加一名確診個案。抗體是陽性的，那我們就再安排來採這個 PCR。好，陸續的各類的這樣的一個採檢或抽血都會相對比較多。那這主要是要對這樣的一個獨立的事件，好去了解它的一個前後的一個關係。案例429例是搬石艦實習生，20歲男性，頭一擺採檢結果是陰性，不過會中驗出抗體是陽性。4月24日進行第二擺採檢，結果驗出陽性，25通報確診。敦睦艦隊互相燒話感染，這陣總計31人確診。那如果現在檢驗陽性，而身體裡面沒有抗體，那真的是近期比較發生的感染。那至於到底是第幾波，那我們前端還沒有釐清之前，我們大概也沒有辦法說它到底是第幾波。指揮中心發言人曾連祥講，確診者抗體內底 IgM 陽性，代表是最近去畫到；你若是 IgG 陽性，可能是早期就已經去畫到。這陣實驗室也在檢查，並且強調指揮中心每家攏會追蹤隔離所，看會確定的病例是毋是有症狀。第23位裡面，我們評估就是不需要再採檢有4位，那已經採檢了19位啊。那目前這19位，有就是都還在，應該只有4位還沒有檢驗結果，其他都還在，其他應該都是陰性。本土病例已經連續13天無確診，維持55例，連5天新增加病例全部攏是來自敦睦艦隊。這陣確診總數是429例，死亡有6例。指揮中心講，基於人道，對着部分特殊隔離也是檢疫的人，因為離親等的親屬，若是過身也是判病真嚴重，有出外奔喪也是探視的需求，決定有條件開放。民眾即要佇個厝隔離第5天了後，無症狀的人，影響地方的衛生單位提出出關申請，若是符合資格，探病也是辦理送書，原則上是以1擺1點鐘為原則。記者綜合報道。昨暗台鐵傳出一名高雄的車長目甲患着武漢肺炎的海軍接觸，後來有發燒。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拄仔公布第2屆採檢的結果哦，伊並無患着病毒。台鐵高雄運務段車長傳出這個月10日，目甲敦睦艦隊確診官兵佇共濟健身房做運動。22日第一擺採檢結果是陰性，不過交通部長윤嘉龍證實，這台鐵的車長發燒隔離當中。配合指揮中心進行疫調，那同時呢也已經做一次篩檢，是陰性，但是因為同時他後來也有發燒的症狀，所以進行這個第2次的一個篩檢，好，那應該今天會有結果出來。聽講這個車長進行第2擺採檢的時陣出現發燒症狀，也有小可肺部浸潤的情形，被留在病院當中。不過到底進行指揮中心公布第2擺採檢結果，有原是陰性，暫時排除被圍掉。根據台鐵產業工會透露，這個車長捌佇4月19日去台鐵休困室，間接接觸2名車長、2名軍方奧運人員。不過台鐵產業工會表示，人數恐驚佫較濟，佫批評台鐵防疫做了傷過慢，宿舍每3天才換1擺配單。我們覺得可能不止4位，因為一個休息室可能就會有2個人入住，那這樣3天下來，可能大概就會有10位左右。每一天都要在這個備勤宿舍要換新棉被，因為現在是3天做一次，這個是遠遠不夠的。目前台鐵要求駕駛車長所接觸過的人愛自主健康管理，另外去過車站、宿舍這所在也愛進行全面消毒。記者綜合報道。
再来看海军搬一人，目前有31名官兵未着病，其中有13个伫高雄。昨新增加的第428案，高雄市卫生局是认为传播风险较低，所以无需要公布伊捌去过啥物所在。另外，高雄有讲社工互要求讲爱自费，该家己请假去做体检，也毋过市政府是强调讲并无强制要求。敦睦舰队伫高雄有13例，啊，毋过24确诊病例，第418例是12伫集中检疫所发病。4月14到18活动数已经真侪工，市府决定无公告伊去过所在，啊，毋过强调敦睦舰队造成的社区感染风险，至少需要监控到5月初2、5月初3防疫并推一定爱做。所有的防疫工作，真正的战场，有一句老话在社区，所以5月3号。社区兵推虽然各方有不同的想法跟看法，但是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其实高雄市也宣布8大行业实名制，经发局第14第一天起加查38件业者，有3分卵业者甲顾客认为伫内底要安怎挂喙安呢？针对高雄市1号普胎也引起强烈反弹。韩国如果澄清是自愿性，啊，毋过高雄市社工执法工会却表示，有社工被要求家己出钱，家己的假去体检，似乎反驳。筛检这一部分，这个问题在目前的政策上面是不存在的。如果自费筛检一旦打开的话，那整个可能会瘫痪掉我们第一线需要进行这个相关症状厘清的这样的一个检验量能。希望业者能够自律，因为未来如果有任何对他人健康造成困扰的话，我想对这个业者本身也不是一件好事。另外，高雄市教育局发问卷，问学生家长是毋是伫海军工作，或者是有相关接触史，也引起歧视记录。卫生局表示，是依法询问对学生加一点关怀。外团有2名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的官兵，因为运送敦睦舰队官兵出现不明原因的落车，符合体检条件，煞被上级来隐瞒。陆军司令部声明澄清，23症状出现时已经采检送验，结果是阴性，啊，毋过医院继续进行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民众拢真关心5月初1的连续假期敢会取消。行政长苏贞昌是鼓励民众会使正常的生活。相对台北市、台中市、佮高雄市拢准备要做封城的演练，苏贞昌是认为地方首长认真的防疫，毋是歹代志。全台北市目前有21间防疫旅社，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去其中1间视察，卫福部长陈时中、交通部长林佳龙拢来陪伊。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嘛有来，但是阁无看到台北市长郭文泰。我常常看到他在电视上啊，今天我们副市长也在这里啊，他比柯文哲漂亮啊。不是市长刻意不来，是他已经行程排在前，因为这个行程来得比较晚。为了严防疫情，台北市府要伫30进行封城兵役推演，台中市已经演练过啊，高雄市嘛准备要做。虽然中央定调台湾离封城搁真远，但是出现中央地方无共调的争议。苏贞昌强调，地方政府先做准备会当理解，地方首长想要做好防疫，毋是一件歹代志。地方政府有鉴于各地不同的情形，要先做各方面的准备，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台湾之所以让世界肯定，就是真的我们同舟一命，大家都互相体谅跟合作。面对5月初1的连续假期搁要来，敢是因为要防疫取消？苏贞昌是鼓励民众正常生活。因为我们已经连续12天没有本土病例，大家都知道我们防疫工作被全世界肯定。5一劳动节就要到了，我们很感谢劳工朋友。5一劳动节连假，我们也是鼓励民众正常生活。苏贞昌认为，台湾的防疫工作受到全世界肯定，希望大家拢照指挥中心的规定，应有的作为，应有的社交距离，保护家己的健康，嘛是减少社会负担。记者郭彩妮这间台北报道。再来看台中市政府早起，嘛针对台中市若是出现350个武汉肺炎的病例，要安怎处理来做演练。另外，面对5月初1连续假期，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若是风景区人伤过济，应该管制就会来做管制。
台中市府以及主管坐几排，详细看到干部了解台中市的疫情状况。军方也派人到现场参加。台中市针对武汉肺炎举办兵棋推演，传出市府这要封城，市府特别强调是扩大管制兵棋推演，范围也只是在市府。市长罗秀燕讲，用行动推翻谣言。我们台中市民今天照常生活，人车照行，所以我相信今天上午我们这个兵推演习结束之后呢，这样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这场兵推演练，市府设想台中市出现350例确诊，其中人口上多的西屯区加大理区爆发社区感染，各局处应对方式。台中市府强调，甘愿过度准备，不过也引起市民的紧张。李相关强调，超前准备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在早起到新庄了解强标防疫，讲到5月连假的人流管制，伊讲该封就要封。如果在现场发现人流车流超过我们的负荷了，一定会启动只出不进。再下来，如果没有办法控制该封的路、该管制的地方，不让人家进去，我就会把它封起来。因为台中甲高雄的兵棋推演引起惊吓，侯友宜强调必须爱做好准备，展现支持的态度。新北固守防疫领导者角色，伊搁再向中央发话，伫厝检疫的人是个危险群，建议中央在量能充足的条件下，应该全部拢检查，才发动防止疫情扩散。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有87万外人为着武汉肺炎，有5万外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讲会使透过注消毒剂杀死病毒，也毋过川普的讲法引起真侪专家佮真侪民众的吐槽。美国嘛当要解除管制哦，也毋过民众嘛有真侪无共款的看法。美国总统川普23伫记者会讲，用试看卖注消毒剂来杀死病毒，引发专家甲大众的不满。对此，川普24澄清讲，只是为着要敲醒媒体。I was asking a question sarcastically to reporters like you, just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夺走5万多人的命，更超过87万人患着。有名超市沃尔玛的丹佛郊区分店，佮因为甲店家有关系3名病人感染病毒死亡了后，互卫生部门命令关门。伫每一个州封城强制居家隔离了后，严重冲击着在地经济。有真侪居民团联抗议，要求放宽封城令，也毋过嘛有部分州甘愿维持封城。其中威斯康星州已经放宽营业的限制，也毋过大部分店家有关暂停营业，而乔治亚州嘛放宽限制，煞引来居民的抗议，讲伤早放宽封城令。同款考虑放宽封城的国家，还有比利时甲越南。比利时要采取阶段的放宽，5月中先解禁海保甲森林的旅游，6月初是互酒吧甲餐厅恢复营业，也毋过大型的活动要等到9月才有可能解禁。越南是因为疫情得到控制，无死者出现，23开始就先解除部分地区的封锁。Cô nghĩ là rất là sớm, tại vì là một tuần nay không có một ca nhiễm nào cả, mà người dân lúc nào cũng rất là giữ gìn sức khỏe. 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航空公司嘛开始得到国家支持。法国要协助法国航空提供差不多30亿欧元的贷款，加40亿的9成银行贷款担保。荷兰政府嘛直接提供荷兰皇家航空贷款20亿到40亿的欧元。记者来上报道。所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副总统陈建仁今仔甲美国方面视讯会谈，来分享咱台湾的防疫经验。副总统嘛向全世界表示讲，台湾唔乃会使斗3工，目前嘛已经喺斗3工咯。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的副总统陈建仁，2早起8点甲母校院长马坎希，甲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嘅视讯会议，分享台湾对抗武汉肺炎疫情的经验，佮向各国发声。Taiwan is willing to share its experience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continue to support medical personnel in seriously affected countries. I would like to assure that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Taiwan, a vibrant democracy and a force for good, has emerged as the global model for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ould benefit from mor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bout the Taiwan model and other areas in which Taiwan has world-class expertise.
陈建仁也伫会议一开始就强调，台湾去年底就主动通报世卫组织 WHO 武汉出现无正常病例，爱 WHO 甲中国赶紧关注，佮采取行动。另外，伫全球上大请愿平台要求 WHO 秘书长谭德赛入台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不过谭德赛对此无直接回应。反对党发起一项邀请世界各国领袖参加的全球合作计划，也鼓励伫视讯会议中感谢各国支持。Thank you so much to all our political leaders who have given your support and for your leadership. And thank you also to our agency leaders. 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梅克尔等真侪领袖拢有参加，不过美国并无参加。前一阵仔德国被免讲台湾援助喙暗遮医疗物资，不过德国卫生部长已经写配合陈市长俄罗斯感谢台湾协助，台湾经验互德国真侪帮助。另外，日本艺术家奈良美智伫推特打出蔡总统大文俄罗台湾防疫，佮期待伫台湾举办大型的展览会。记者综合报道。又搁传出美国的海军派出一台海上巡逻机，飞经过巴士海峡到南海侦察，这嘛是美国军机伫4月份以来第12遍派军机飞经过咱国的附近。Twitter 飞机首网报道，美国海军一架 P-34反舰机经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巡逻，这是美国军机4月以来第12摆派军机经过台湾南方范围航行，时机敏感，因为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甲5只军舰22只经过巴士海峡向东边行，美国白水号23通过台湾海峡，台海周边正式升悬。辽宁号跟山东号2艘航空母舰。还有万吨超过1万吨的驱逐舰呢，最近一直在这个南海跟台海呢，在做接近实战演习的攻防。中国最近军事行动真多，被怀疑是转移国内疫情不安、经济不好，权力结果生气，加上对台湾政策失败。宋学文分析3大原因：中国伫南海、台海进行军事抢夺，威胁霸凌，或者是想要夺取台湾甲周边国家，甲测试美国军舰有疫情。第西太平洋也有偌济战略挑战美国背景的容忍程度，也透过展现军力向世界证明家己无受疫情影响。台海以及南海这一块。是它的海军可以突破第一防线的，这个可能是在那个突破点在那边了，所以呢，美国在这一边会变成，因为美国已经知道中国想要从那边突破出去，会更多用前沿部署来增加它的防卫能力。宋学文指出，美国印太战略既定设定，显示美国已经慢慢化被动为主动，亲像背水号正进行部署。美国会加强印太地区的巡逻，朝向新常态军事介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的铜锣湾册店，今仔日台北中山区重新开幕，立法院议长游锡堃嘛到现场表示恭喜哦，因为头家林英基伫开幕之前防破邮差，所以今仔警方是派出真侪警察来维持秩序。林英基嘛讲，台湾是香港的最后一个堡垒。经过一寡波折，香港人林永基伫台湾的铜锣湾册店今日正式开幕。立法院议长游锡堃亲身到场祝福，两人见面真欢喜。游锡堃感谢林永基要选择台湾，为台湾的法治甲人权感觉公营。而林永基是讲，台湾是香港人最后一个堡垒。起码我们知道台湾是香港人最后一个堡垒，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如果是他留在香港。还是受这种打压，香港人还有一个退路。我乐见台湾的朝野各政党，大家共同来建构一个更公平、更有正义，然后更维护人权、更民主自由的国家。册店外口看到真侪花篮，大体注意的是上头前就是总统蔡英文送的花篮，写着“委员公平如大水滚滚，施公义如江河滔滔”的字句。祝福册店开幕。林永基因为伫香港卖政治的禁册，互抓起来8小时8个月，烦恼互港府引渡到中国受审，决定流亡台湾，靠着军情物资定开册店。北方我开一个书店，也是一个反抗，还有这个反抗还不是3年、5年、10年的时间，这个我们真的要好好考量我们后面怎么走。
面临判察恐吓，商标方抢先去注册，里面机也唔惊，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册店如期开幕。正大也拢伫册店内底，伊俄罗台湾拥有民主自由，也建议香港嘅朋友用心离开受中国压迫危险嘅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军方第18调回敦睦艦隊嘅官兵，台中嘅一下地點就伫台中一中嘅門口，造成最近一中商圈嘅生意是真歹。市長羅秀燕下晡就專工來遮消費，店家是希望市長會使來鬥相共協調處置，減少猝死。我家己做嘅豐富面大，一中街單商講到，疫情爆發了後，生意真歹，向來訪問嘅台中市長羅秀燕大吐口水。我们连基本的房租都快讲不出来了啊，所以就是麻烦说市府方面有什么纾困方案，让我们即使说先让我们贷款也 OK 的。这个月18，海军敦睦艦隊嘅官兵集合點就伫台中一中嘅大門口，一個伫商圈買物件去便所。消息一出來，互商圈生意是土。有名店家單位頭前無排隊嘅人，較真士兵行過商場，雖然消毒閣開放，人明顯變少，店家也特別比開店成本低價袂堪得哩。一中商圈它的租金都相當的高，那我們覺得市政府是不是在這次的疫情當中是不是可以幫我們爭取所謂的商圈的租金的降低？疫情開始就降了2-3成了嘛，現在後來賓客的事件，我們這裡等於是降到谷底啊，所以可能剩不到2成了。店家希望減租金、降低壓力，也希望疫調甲起歸所在應更加透明。台中逢甲大學研發追蹤 App， 但是使用者確診的時陣，疫調人員應以時空條件來測甲確診者近距離長時間接觸高風險被圍掉的人。所以呢，我们这个系统是更精确的、更精準的，因為我們有時間、空間這些資料，我們可以很精準的去匡列這些被感染者。研發老師表示，這 App 會摕到使用者的坐標位置，只要輸入確診者的 ID， 等比對移動的卡車，算出路徑是毋是定下，加列出高風險感染者，減少調查的時間甲誤差。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南衛生局上新公布搬一個南頂頭胃着病官兵捌行踏過的所在，有一位是新營交流道附近的麥當勞餐廳，經過全面的消毒，已經閣開始做生意咯。也毋過台南真熱鬧閣花街哦，雖然並無胃着病人去過，也毋過生意是受到真大的影響。台南新營交流道附近的麥當勞，2時下晡趕緊停業消毒，因為一個搬石男高陽確診個案，17暗時捌來遮食物件，餐廳最好是內外消毒，2、5恢復營業。他來過這裡，但是我沒有跟他直接面對面接觸，所以我應該也不會怎麼樣。對，我們每個小時都會消毒，或是客人離開，我們就會馬上消毒了，因為我們都會在那邊看。不過，就算餐廳已經全面大消毒，先來食物件的人明顯減少，人客大部分攏是買好早回去。在生理受到影響的，也有台南有名的賣小食的國華街，過去假日人客真多，人客攏愛排隊。也毋過因為高雄甲嘉義確診病例攏來過台南，這生理受到影響，業績落3成以上。它是到嘉義的國華街啊，可是它沒有寫。在網絡上沒有標的，就有些人會以為是台南的國華街啊。剩3成，這是阮老店哦。有時啊，一寡迄阮的小吃業內底攏一工做無10個人客嘛，可能。因為生意差則多，也有店頭是延長營業時間。不過，伫麻豆已經50多年歷史的利潤戲院，決定對2月開始暫停營業。然後這疫情較過，甲佫開啊，甲佫營業啊，伊若開啦，一工攏無人看，伊所花費費用嘛是袂少的。離屏東大學受好消息，直接甲確診者接觸校友，以及佇確診者食飯的餐廳工作學生，屏東大學9個疑似案例採檢攏是陰性，學校將有放心。記者綜合報道。明仔載東北季風增強，北部、東北部地區天氣會真涼冷，局部地區賣落1點仔雨，其他地區攏是多雲的天氣。明仔載天氣，咱來看各地詳細資料。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 AM 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擦的感觉，吼，还有即个咧摸的这感觉，对不对吼？伊就是安尼皮肤较表浅的即个一寡感觉神经。吼，当然你若讲较表浅的这个摸的感觉啦，吼，无去，也是讲这疼的感觉无去的时。所以其实即个较若是失去感觉，其实是较严重的代志吼。4月25拜六暗时7点半，上伫台湾，咱做伙关心身边的人。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医师。之前有甲大家介绍一寡西医的语词，其实我唔那精通西医，对中医嘛是真了解。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中草药。中草药汉语写作中草药，罗马字写作德庸中，吃奥草，一二药。中第一条，草第二条，药第八条。中医常用的诊断方法有4种：望、闻、问、切。其中的切就是诊脉，透过脉象来判断病症。判断出病症了后，治疗的方法嘛真多，亲像针灸是我上接替患者做的治疗。有的人嘛选择背风，亲像李医师我一天看遐尼侪患者，定定腰酸背痛，就会摕背风管啊吸伫我的脚趾听，消除疲劳。除了顶面的物理治疗，中医上常用的就是中草药。传统的中草药爱先去药房拆药啊，还是请先生夹药啊。拆药啊是已经知影要爱什么款药啊，去中药房的时就家己指定。若夹药啊是敢若知影病症，请药房的先生替咱配药啊。药啊买转来爱怎搁爱行？人讲2变喷，3碗泉7分，就是咧讲山药啊上好是用洗第2变米的水，也就是米喷，总共3碗。亲自去放7分甜草药的药丸啊内面装，真够工。即马拢用科学中药，摕到的时是一包一包的药粉，要食真方便。甲中药有关系俗语有：食到药，青草一叶；沾到药，人参一石。就是讲药啊拿唔到，较贵的药材拢无效。意思是咱人做代志爱把握重点，才袂加了工。六中草药针灸背风2变喷3碗泉7分，食到药青草一叶，沾到药人参一石。咱平常时就爱注重养生。唔通等到有病才来食药啊哦！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